郭富城紅蛋開唱親民寵粉飛抵高雄狂簽名合照全場尖叫。香港天王郭富城今明兩天在高雄巨蛋展開巡迴演唱會，前晚率領團隊搭機抵台，整個機場因為他的出現瞬間成為粉絲狂歡現場。上百名熱情粉絲早在出口等候，手持應援牌和海報，只為一睹天王風采。郭富城對於粉絲的熱情完全不吝嗇，親切簽名合照，展現出他一貫的親民形象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郭富城剛剛度過60歲生日，並迎來第3個寶貝女兒的誕生。身為三寶爸的他，現場滿溢幸福感。當他看到排隊等候的粉絲中有小朋友時，父愛立刻爆發，主動與小朋友互動打招呼，甚至笑稱自己又回到小孩模式，場面溫馨感人。而當他得知有位歌迷已是4個孩子的母親時，他的反應更是驚訝，隨後還加碼與現場所有粉絲大合照，完全寵愛台灣粉絲。這次高雄站對郭富城而言意義非凡，距離上次造訪高雄已超過30年，這次更是首次在高雄巨蛋開唱。星展銀行郭富城 ICONIC 世界巡迴演唱會特別為台灣粉絲增設延伸舞台，讓天王能夠近距離與觀眾互動，感受粉絲熱情，也讓演唱會氣氛更加熱烈。舞台設計豪華，燈光效果絢麗，每個細節都充分展現郭富城對粉絲的重視與用心。為了保持最佳演出狀態，前晚郭富城抵台後並沒有立刻休息，而是直奔他最愛的麻辣火鍋補充體力，展現敬業精神。經紀團隊透露，天王對於這次巡演極為重視，除了舞台彩排外，也親自參與音樂與燈光細節的討論，只為給粉絲最完美的視覺與聽覺享受。粉絲們在社群上熱烈分享當晚的接機與互動畫面，留言充滿驚喜與感動。有粉絲表示，天王真的太親民了，簽名合照完全沒有距離感。也有粉絲感嘆，看到郭富城和小朋友互動的瞬間，真的覺得他不只是天王，更是一位溫暖的父親。除了粉絲互動，演唱會本身的舞台設計與曲目編排也成為話題。此次高雄站演唱會曲目包含郭富城經典代表作，並加入最新作品，甚至安排互動遊戲與歌迷近距離交流，現場氣氛一度達到高潮。舞台燈光與視覺效果配合歌曲節奏變化，讓觀眾宛如置身音樂海洋中，尖叫聲、掌聲不絕於耳。郭富城這次巡演也讓粉絲見識到他的多面魅力，既是舞台上的巨星，又是生活中親切的偶像父親。他的專業態度、對粉絲的寵愛以及對音樂的熱情，完美展現出天王魅力不減當年的實力。粉絲不僅感受到音樂能量，更被天王的暖心互動所打動。這次高雄演唱會不僅是一場音樂盛宴，也是郭富城與台灣粉絲情感交流的重要時刻。三寶爸的形象加上親民互動，讓觀眾留下深刻印象，也證明他依然是歌壇與演藝圈的頂級偶像。對粉絲而言，這不只是一場演唱會，更是一份珍貴回憶，見證天王對音樂與粉絲的承諾。隨着演唱會持續進行，郭富城與台灣粉絲的互動熱度只會越來越高。無論是簽名、自拍，還是舞台上近距離的交流，
每一個細節都讓人感受到天王的誠意與對台灣的深厚情感。這場巡演也再次證明了郭富城不僅是華語歌壇的傳奇，更是一位用音樂與真心贏得粉絲喜愛的全能偶像。